大家好，歡迎收睇 N 家頻道。近年嚟房地產環境咧都唔係太好，基本上咧樓市都喺度下行，唔少港人買樓已經唔係為咗投資啦，而係為咗自用。雖然最近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啦，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咁但係咧效果都唔算太好啊。而喺呢個環境底下咧，唔少中介公司就推出咗一種新嘅投資物業產品——車位啦。車位投資，相信各位觀眾朋友或多或少都會聽講過。咁包括喺香港啦，亦都有唔少嘅例子係投資車位而發達。但係同樣喺大陸投資車位係咪真係好似啲中介講得咁好呢？今日我哋 N 家就幫大家分析一下車位投資嘅風險同埋缺點，防止大家中伏有損失。記得 share 讚好我哋呢條影片，只有咁咧大數據先會推送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首先大家要分清楚，車位咧係有產權車位同埋人房車位嘅。咁可能都有唔少觀眾朋友係中過伏啦，買咗啲人房車位。咁人房車位咧係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要求啦，由開發商喺新建民用建築時，配套建築嘅地下防空工程改造而成嘅一個停車位。咁產權咧係屬於國家嘅，開發商同埋業主係冇權出售或者係轉讓所有權，僅可以通過租賃嘅方式使用啦。而且租賃期限單次最長係唔可以超過20年。簡單啲嚟講啦，買人房車位話就話係買咗個車位，實際上咧只係租咗個車位單次20年時間。咁租賃咧亦都需要經過人房部門審批，而且國家係有權隨時徵用。咁包括一啲樓盤咧話買樓送車位，其實好大部分都係送人房車位嘅使用權，或者係話送產權車位啦。實際上其實已經係將車位嘅價錢加咗落去樓價度。呢啲咧都係屬於開發商或者係中介嘅一啲套路，好容易落搭中招。咁你話買咗樓送人房車位係自己用，當然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諗住買嚟投資嘅咧，咁就瀨嘢啦。因為實際上你係用咗一筆錢啦，例如10萬蚊，咁一次性咧租咗呢個車位20年，咁其實等於就係使咗呢筆錢。咁因為你只能係轉租啦，冇得轉售嘅。咁每年就係5000蚊啦，每個月平均落嚟就係416蚊左右。咁如果你要賺錢咧，就要租得比416蚊呢個價錢要高。咁按照而家珠海市嘅車位租金嚟睇啦，拱北口岸同埋青茂口岸周邊嘅車位租金係500蚊到1580蚊左右一個月。咁橫琴車位咧租金係350蚊到600蚊一個月。香洲核心區域啦，例如新香洲、前山、南屏呢啲咧係350蚊到500蚊一個月。金灣區航空新城、紅旗鎮咁大概咧就係200到300蚊一個月。斗門區咧就會再低一啲，係170到250蚊一個月。咁如果係去到中山市咧，可能租金仲會相對再低一啲。咁一般咧都係150蚊到500蚊一個月。而且咧人房車位通常都係位於車場最低嘅一層位置啊。咁租金嚟講咧，平均都會低於產權車位10到20%。所以諗住通過人房車位嚟賺租金就唔多現實啦。咁可以回到本咧都要偷笑啦。而產權車位咧，顧名思義就係有產權證紅本嘅車位啦。咁喺珠海目前嘅二手市場嚟講，核心區域二手均價，拱北口岸同埋吉大片區嘅均價咧係18到25萬一個。咁新香洲區域啦，例如好似五洲花城啊、人行星園呢啲，咁均價都會去到24到33萬一個。咁南屏同埋前山片區咧，均價就係14到28萬一個。橫琴新區咧就係16到20萬一個，咁去到斗門金灣呢啲遠郊嘅區域咧就係6到7萬一個。咁當然啦，以上嘅價錢都係僅供參考啦，都係近期一啲喺二手網上面嘅情況。咁而產權車位嘅價格一般都會比人房車位高20到30%。咁人房車位咧長期租賃費用約係8到15萬元，20年嘅使用權。咁可以睇到其實核心區域例如拱北、新香洲等，咁因為呢個車位嘅配比唔夠啦，多數都係低於1比1嘅。常住人口咧係比較多，咁交通管理相對就會比較嚴格啦，就唔可以將啲車隨便亂停亂泊嘅。咁所以車位嘅價錢咧就會相對高一啲。而遠郊區域啦，例如斗門金灣啊，因為車位嘅供給充足啦，咁包括交通管理相對就冇咁嚴格，好多車其實係可以隨便揾個位置停嘅，咁所以相對上價錢就會比較低。綜合嚟睇咧，如果真係諗住喺珠海投資產權車位，
建議優先選擇核心市中心區域嘅車位，咁價錢比較穩定，有租值市場，而且以後轉手咧都有承接力，簡單一啲。咁斗門金灣呢啲區域咧就唔太建議啦，因為車位嘅數量比較多啦，租金係相對比較低，二手嘅承接力弱。咁除非本身咧你係買咗呢個區域嘅樓，需要係長期自用，如果唔係咧就唔建議買嚟投資啦。咁如果係間唔中用下咧，小編係更建議租翻個車位嚟用，一個月咧都係幾百蚊啫。咁而中山產權車位目前嘅二手市場啦，核心區域例如東區、石岐區，均價咧係7到17萬5一個嘅。新開發區例如火炬開發區啦、西區呢啲，均價咧就係約6到11萬一個。遠郊區域例如三鄉、板湖、南頭呢啲咧，均價就喺4到13萬一個。咁當然啦，亦都係一樣，以上嘅價錢都係僅供參考，有唔同意見嘅都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討論。咁對比珠海嘅車位，好明顯同樣係核心區域嘅價錢，中山係會相對低一啲嘅。咁投資嘅價值相對上嚟講咧，珠海就會高一啲。總結嚟講啦，如果各位觀眾朋友係諗住投資車位，建議優先選啲市中心區域。咁包括人流車流都相對有保障，入住嘅人口咧相對都比較多，咁車位起碼都叫有市場，唔怕甩唔到先。咁如果買啲遠郊地區嘅車位啦，除非真係自己用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唔多建議去買。咁就算自己用咧都可以租住車位先。遠郊車位雖然價錢係相對低一啲啦，但係無論租值定係未來轉手都冇市區車位咁有優勢，好容易咧甩唔到手。咁所以建議各位喺遠郊車位上面嘅投資一定要再三考慮，唔好盲中中隨便落手，一定要了解清楚呢個地區嘅情況，先至再決定要唔要投資。咁有需要諮詢嘅咧，亦都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N 加啦57627840 WhatsApp 同號嘅。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咁記得訂閱我哋 N 加頻道，一有新片更新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想我哋 N 加拍攝更新邊種類型嘅影片資訊或者係邊個樓盤呢？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或者係 WhatsApp 客服57627840留言，話唔埋我哋就會過去拍攝你關心嘅資訊同埋樓盤。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我哋 N 加今日有一份經我哋團隊多年經驗製作而成嘅大灣區內房攻略送俾你，裏面會教你買樓必學8大重點，只要按住做包保唔會中伏。而家只需要訂閱我哋 channel WhatsApp 我哋打個8字，我哋就會將呢一份攻略嘅PDF 版 send 到去你手機上面，快啲嚟領取啦！